你最近有冇用 Shopback？ 而家連出街食飯埋單都用得，買咩都話有回贈喎。今日呢一集就同你答3條你可能都諗過嘅問題。第一，啲回贈啲錢究竟喺邊度嚟？第二，成日俾錢你使嘅呢間公司，佢自己究竟賺唔賺錢？第三，呢盤生意喺香港仲玩唔玩得落去？睇完你就會知，3條問題嘅答案都精彩過你估。好多人以為啲回贈係平台自己貼，估錯晒。條數係咁行，商戶本身有筆廣告費，俾 Facebook 又係俾 Google 又係俾，回贈平台同商戶講，你唔使俾廣告費喎，有人真係買咗嘢，你先至俾我佣金喎。呢啖佣金幾大？毛利高嘅行業喎，好似訂酒店訂機票，大約1成。毛利薄嘅網購平台，100蚊生意可能得返1-2蚊，平台收咗佣金，將一部分嘅錢分俾你做回贈，自己袋中間嗰個差價。所以你袋落袋嗰啲回贈，真正埋單嗰個係商戶嘅廣告預算，聽落好完美喎。商戶買到真生意，用戶攞到回贈，平台賺埋中間，3方個個有賺。And that's why it's win-win. The merchants bear no risk until there's a successful sale, and the members, the magic moment comes when they get real money sent to their bank account. So we were very lucky. We got product market fit within 6 months in Singapore. 咁完美嘅一盤生意，做咗12年，居然仲係蝕緊錢。點解？先講用戶你嗰邊，點解啲回贈咁吸引？一個 MBA 小教室，行為經濟學有個理論，發明佢嗰個人攞埋諾貝爾獎，叫心理賬戶。一句講晒，人心入面唔係得一個錢包，係分開好幾個袋。出糧嗰個袋，你會使得好謹慎，因為嗰啲係辛苦錢。但係優惠嗰個袋喎，好似回贈呢啲，你使起嚟特別爽手喎，因為你覺得係額外賺翻嚟喎。而 Shopback 盤生意正正起喺你呢個心理習慣上面。行銷學界有份研究，睇咗343萬宗真實交易，量到平台每俾1蚊回贈，落咗你個優惠袋度，你之後平均會多士3毫2。香港仲得意喎，你張信用卡網購回贈都有4%，做促銷仲高喎，即係話回贈平台俾你嗰啲好多時仲少過你張卡，但係100萬香港人照用。諗下你而家買嘢個流程，見到啱心水嘅嘢，先開 app 行一轉，睇下有冇回贈先安樂。訂酒店行一轉，叫外賣又行一轉，你就心諗，反正都要買，有得攞梗係攞啦。個 app 1蚊廣告都唔使買，你自己日日幫佢開門口，唔係因為個甜頭大，係嗰種攞翻啲嘢嘅感覺喎，好難戒嘅。輪到公司嗰邊，先講佢點嚟。2014年喺新加坡，3個後生仔匿埋喺酒店房1個禮拜，就砌咗呢個 app 出嚟。第1個月先得300張單，走去申請政府資助，仲要俾人拒絕埋。但啱啱好嗰一年發生咗一件事，話咗俾佢哋知呢盤生意可以去到幾盡。日本樂天用咗接近10億美金買起美國做同一盤生意嘅始祖 eBatis， 即係話呢班後生仔喺酒店房捱嗰陣，呢一行嘅天花板已經寫住10億美金。呢個數係咩概念？就係你做到全行第一，個結局都係賣咗俾人。跟住落嚟係一條擴張快線，新加坡起步，一路開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印尼、泰國、台灣，去到澳洲嗰站最誇張，開站14個月，訂單多咗13倍。中間仲將始祖 eBase 嘅韓國業務都執埋落袋，又買埋間先買後付公司，乜都想做。2022年殺入香港，舊年殺埋去美國，12年13個市場，2000萬個活躍會員，睇落好風光。咁佢賺唔賺錢？答案就係蝕，足足蝕咗10年，一年蝕2500萬美金，跟住蝕4300，蝕6100，蝕6500，越開越多，越蝕越深，睇條數都眼冤。最大嗰筆使費係咩？人工，1年9000萬美金。嗰間先買後付公司買翻嚟燒咗3年都救唔掂。2024年3月要收檔，同一個月終於爆煲，一次過裁走195人，即係每4個同事就有一個要執包袱。老細開大會公開認錯，我擴張得太快，方向太多。點知2年之後，公司一公布業績就話轉虧為盈，賺2億美金，咁勁！裁完人即刻起死回生。咪住，再嚟一個 MBA 小教室，會計課第1堂都會教，
利潤係一個講法，現金先係事實。公司盤數入面有啲利潤唔係做生意賺翻嚟，係啲資產帳面價值喐一喐，條數就靚咗。好似你層樓升咗值，你戶口其實冇多咗1蚊。而家將把尺插翻落 Shopback 嗰2億利潤度，90%，正正就係呢種會計調整嚟自優先股嘅帳面價值變動。真正做生意嗰 part 嗰年其實仲蝕緊2000幾萬美金，所以見到轉虧為盈4個字，唔好急住恭喜佢。先問一句，啲錢係咪真金白銀收翻嚟？講翻用戶身上，你或者會諗啲網站見到你由回贈平台入嚟，實靜靜雞報貴啲，補翻自己嗰筆。留意翻美國消費者報告真係測過372次機票搜尋，88%價錢一模一樣。即係話呢個陰謀論查落唔成立，但真正嘅陷阱而家先嚟唔喺個價度，喺啲條款度。你用咗優惠碼唔計回贈，啲稅同附加費唔計，仲有單真人真事嚟自澳洲一個討論區訂 trip.com 機票嗰陣 ，app 度寫住有7%回贈，搭完飛機翻嚟個數字變咗做0.8%，個用戶就心諗吓，我嗰7%呢？平台答佢系統顯示錯誤，仲有一條數，平台好少提，行業估計派出去嘅回贈有4至6成係從來冇人攞過。你可能唔記得申請，可能過咗期，可能湊唔夠最低提款額。呢啲派咗出去但冇人領嘅錢，條數最後翻晒去平台度。香港啲討論區仲狠，有人直頭叫佢做下一個騙案。投訴網站度佢嘅評分係1.4星，滿分5星。呢啲係網民嘅講法，唔係裁決，但條主線好一致，唔係佢哋呃你貴啲，係佢哋有好多方法俾少啲你。拉遠一步，成個行業仲得人驚。做呢行嘅前輩，結局幾乎得一個賣身。美國始祖 eBay 就係頭先嗰單賣咗俾日本樂天，英國一個 Quidco 賣咗俾當地格價網站，作價1億英鎊左右。最誇張嗰個叫 Honey。美國一個瀏覽器插件，你上網買嘢，佢自動幫你試晒啲優惠碼，就係咁簡單嘅一個插件。你估賣咗幾多錢 ？PayPal 開價40億美金，呢行天花板寫住10億，一個插件賣咗4個天花板出嚟。但 Honey 後尾俾人踢爆，個插件會偷偷換走網紅嘅推薦連結，將本應屬於網紅嗰份佣金袋咗落自己度。1年之內4成用戶走清光。點解間間都要賣身？全行唯一一間公開盤數嘅同行英國 Top Cashback 啲數話晒俾你聽，每收100蚊派翻俾用戶之後，毛利剩翻19蚊，扣埋開支，稅前淨利得8蚊。仲要商戶話走就走。前年有個大型旅遊平台一聲唔玩，佢份年報都要認，增長受咗影響。呢一行嘅本錢由頭到尾都一樣，你信唔信個平台真係俾翻錢你？信任一穿，成盤嘢即刻散。講翻個天花板 ，Shopback 而家嘅估值大約14億美金，啱啱好高過天花板少少。不過嗰個係集資價，即係有人入股嘅價，到今日都冇人出過價買起佢。而做咗12年都仲未賣身，剩翻低嗰個就係 Shopback 今日嘅主角。最後睇翻香港。呢度係全世界最難打嘅場之一。喺香港，你落樓行2步就有鋪頭，網購只佔零售唔夠1成，銀行張卡又勁，回贈直逼佢，仲唔使多裝一個 app。照計 Shopback 應該縮，點知佢唔單止唔縮，仲要反手加注。今年喺香港破咗100萬用戶，簽咗成1200個商戶，開業4年，累計做咗60億港紙生意，仲殺入實體鋪。連你食飯埋單都想有佢份，佢仲同香港餐廳嘅收銀系統合作，你喺餐廳俾錢，個 app 照樣派到回贈。不過呢盤數有個大問號，實體商戶要拆幾多俾佢，冇人知，佢從來冇公開過。俾個指標你，八達通嗰類支付100蚊抽1蚊幾，外賣平台抽足3成，攞佢新殺入嗰辦餐飲做例，香港啲餐廳淨利得個3%至5%。餐廳老闆就心諗，我賺3個喎，仲要分你喎。Shopback 落喺呢2個極端嘅邊一格，就決定咗商戶頂唔頂得順呢條數。可能連佢自己都仲計緊。喺呢個故事，我哋學到3課。第一課，嗰2億利潤90%係帳面戲法，核心其實仲蝕緊。
所以記住，利潤係講法，現金先係事實。睇一間公司，先睇啲錢係咪真收返嚟。第二課，啲用戶點解幫襯 Shopback？ 唔係中意佢，係中意啲回贈，即係話呢班客唔係佢嘅，係佢一路俾錢，一路問你租返嚟嘅。邊日唔派回贈，邊日就退租。用甜頭買嘅客係租，唔係買。第三課，餐飲嗰條數只係一個例，任何低毛利嘅商戶都會問同一條問題：我仲有幾多可以分你？做中間人，你嘅利潤係商戶同用戶兩邊嘅忍耐，有一邊唔再忍，你就冇得企。下次你喺餐廳埋單，撳開 Shopback 攞嗰幾蚊回贈之前，可以諗一諗，你商戶平台三個人入面邊一個先係真正埋單嗰個？成個故仔講到尾，其實係一場三邊對賭，平台賭你嘅習慣，商戶賭佢嘅流量，你賭嗰啲回贈真係入到你袋。呢個故事仲未有結局喎，一間蝕咗12年嘅公司仲喺度賭緊佢嗰鋪，賭贏佢係唯一唔使賣身嘅幸存者，賭輸佢就係下一個賣盤故事。呢度係 Make or Break Academy， 我哋用 MBA 嘅角度拆解一個又一個商業故事。想聽下一個 case，記得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嘅生意拍檔。